行政院今日是通過毒品條例甲道交條例修正草案，驗到食毒賽車，也是講你有食毒賽車，毋過技術檢驗，攏會防吊銷駕照，3檔內袂使閣考，也車嘛防收起。也食毒賽車害人重傷，也是講甚至來到死亡哦，這世人是攏袂使考駕照，也坐公車的嘛連帶處罰吊銷駕照，2檔內攏袂使閣考。也食毒賽車是直接甲電子煙有關係，行政院就要提出煙害防治法修法，你只要有電子煙，就會防罰。車偏離車道衝撞路邊的5台汽車，台北市南港的這個車禍，閣是食毒賽車引起的。駕駛被驗出的毒品有多隻被法務部決議，升級做一級毒品的依托米茲，好加在無人施傷。小客車駕駛神情恍惚，經現場實施唾液快篩，呈現陽性反應，確認為毒駕，另於車內起獲依托米酯菸彈1顆，當場依現行犯逮捕。真濟食毒賽車，行政院閣提修法18通過毒品危害防治條例，甲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草案，加重毒駕拒測行為的處罰，無論有無肇事，只要毒駕的累犯，就終身不得再考照。同時，不論車輛使用的車輛屬於何人所有，一經毒駕發現，一律沒入車輛。如果你車子不慎被偷走了，如果你也是符合剛才我講的，不是你的故意或者是重大過失，我想也是不予處罰。但是這都要看個案的具體事實來做認定。道交條例修法重點增加，食毒賽車或者是食毒賽車拒檢，吊銷駕照3年內免考領，且目前食毒賽車致人重傷死亡，終身免考照，共且成年乘客相當罰15000。若經過警察機關確認有食毒，就算無賽車行為，也被有風險吊照2年內免考領。這毒品條例修法考慮即賣藥檢規定，無法度完全符合實務需求。修法增加喙瀾採檢，將這個方式法制化。毋過國內食毒賽車亂象嚴重，甲電子煙的濫用有關係。中央成立的掃污反毒小組已經將列組以及部重點反毒工作。電子煙我們的規範呢是規範在，就是下個禮拜我們可能就會提交院會的煙害防治法當中，會把這些漏洞呢把它給補起來。為刑法道交條例、毒品條例修法了後，選去煙害防治法也要修法，強化對電子煙管制。相信下禮拜行政院會就會進行討論。行政署下令18暗時啟動專台大執法，主題食毒賽車記者綜合報道。